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深入報導。近期香港爆出一宗令人震驚嘅巨額投資騙案，涉案嘅咖啡投資平台 FunCoffee 表面聲稱扎根越南，實質係一個涉及金額高達9700萬港元嘅大型虛擬貨幣龐氏騙局。警方經過深入調查後，同澳門司警採取聯合行動，喺兩地拘捕咗8名男女，包括公司董事、股東及骨幹成員。呢宗騙案牽涉案件總數超過200宗，有受害人損失金額甚至接近1000萬港元，慘況令人心酸，更加引起社會極大迴響。到底呢個打住科技研發旗號嘅平台係點樣一步步將市民嘅血汗錢榨乾？今集我哋會將案件嘅來龍去脈同大家作詳細拆解，帶大家睇清楚呢啲騙徒背後嘅伎倆，同埋當中最令人提防嘅陷阱。呢個所謂嘅咖啡投資項目包裝得相當精美，涉案公司對外聲稱其業務項目係關於研發高科技咖啡設備、咖啡基因優化技術以及智慧灌溉與施肥系統發展等前沿範疇。為咗增加可信度，佢哋吹噓自己資金規模破10億美元，團隊人數超過5000人，更會將自己同瑞幸咖啡、星巴克呢類國際級連鎖品牌相提並論，甚至聲稱計劃上市，令投資者誤以為呢個係未來大趨勢。好多市民對於呢類聲稱係高科技投資嘅名詞唔太熟悉，加上騙徒不斷游說，令好多人以為自己撞正千載難逢嘅賺錢機會。但事實上，所謂嘅咖啡業務只係一個幌子，根本冇任何實質性嘅業務營運，成個架構全靠不斷引入新資金嚟維持。一旦資金鏈斷裂，成個泡沫就會瞬間爆破。騙徒嘅手法相當高明且極具針對性，佢哋精心設計咗3個投資級別，分別係啟航、成長同埋遠航。聲稱投入嘅金額越高，存放嘅時間越長，就可以拎到越高嘅回報。警方調查顯示，相關投資方案嘅年回報率誇張到可以高達197去到278個百分點。呢種數字喺正規投資市場絕對係天方夜譚。以其中一個成長方案為例，投資者投入18000個泰達幣，折合港幣大約84000元，存放10日後就可以獲得680個泰達幣，即係5300元利潤。折算後年回報率達到230個百分點。呢種極高嘅回報誘惑，加上虛擬貨幣交易嘅隱蔽性，令好多受害人放下戒心，紛紛將自己嘅血汗錢轉入指定嘅加密貨幣錢包地址。為咗進一步降低受害人嘅戒心，並誘使佢哋投入更多，騙徒仲喺手機應用程式入面加入咗入金獎勵、推薦獎勵、每日簽到機制等花哨功能。呢啲花樣層出不窮。呢種傳銷式嘅獎賞手段非常有效，因為好多市民係基於對朋友或者熟人嘅信任，所以先會考慮投放資金。加上推薦人仲可以獲取額外獎賞，令到好多人主動幫手宣傳，拉人入局。喺投資初期，騙徒往往會刻意俾少少甜頭受害人，令佢哋覺得個平台真係賺到錢。亦都有早期投資者成功提取到小額回報，呢種賺錢嘅假象成功令受害人降低戒心，繼而進一步加碼投資，結果最後只係越踩越深，損失慘重，最後連本金都攞唔返。呢個騙局喺2025年底正式攻入香港市場，期間佢哋大搞所謂嘅馬拉松跑步活動造勢，甚至邀請咗藝人做主持，令到好多原本有疑慮嘅市民以為活動有明星加持，公司背景一定係信得過，從而放下戒心。警方喺記者會上被問及有關藝人參與嘅事宜，強調調查期間一定會聯絡受害人及相關人士，以確定騙案主腦同埋各人扮演嘅角色。目前雖然未有直接證據顯示該藝人有份參與詐騙，但明星效應確實係騙徒提升公信力嘅重要手段，令受害者深信不疑。除咗活動之外，騙徒甚至喺唔同區域派發傳單，聲稱自己係宣傳反詐騙。呢種賊喊捉賊嘅手法，回頭睇返真係極度諷刺，亦反映騙徒心理質素之高。成個案件最耐人尋味嘅細節係關於有受害人慘被登記成為不知情嘅董事。有位50幾歲嘅退休女士，平時生活簡單，因為參加過呢間公司嘅活動而誤墮騙網。原來佢嘅個人資料被人盜用，喺完全唔知情嘅情況下，被登記成為呢間公司嘅其中一間註冊機構嘅股東兼董事。佢曾經只係因為受邀參與拍攝做運動嘅片段而收過400蚊酬勞，點知就係咁樣洩漏咗身份證同埋個人照片，甚至連佢自己嘅下線都有過百人。呢種利用街坊鄰里關係去建立網絡，再加上偷取個人資料去開公司嘅行徑，
反映咗個人資料保護喺數碼年代係幾咁重要。隨便交出敏感資料真係好危險，分分鐘會令自己惹上官非。去到2026年7月，當證監會將呢個項目列入可疑投資產品警示名單之後，呢個平台嘅運作已經去到強弩之末。終於喺7月20號嗰日，手機應用程式突然無預警停止運作，所有苦主無論點樣嘗試聯絡平台客服，都係石沉大海，資金亦都冇辦法提取。好多投資者喺呢刻先如夢初醒，發現所謂嘅投資根本係一場虛空，所謂嘅高利息回報亦都隨之消失。投資者隨後多次嘗試透過渠道尋求協助，但係所有聯絡方式都已經斷絕，最終只能夠無奈選擇向警方報案，期望可以追回部分損失。面對畢生積蓄血本無歸，好多受害人都表示難以接受，生活大受影響。商業罪案調查科接手調查後，隨即展開深入嘅情報分析，並同澳門司法警察局保持緊密聯繫，喺兩地採取聯合執法行動。行動期間，香港警方拘捕咗6名涉嫌串謀詐騙嘅男女，包括涉案公司嘅董事、股東、公司秘書以及負責推廣同招募嘅骨幹成員，佢哋年齡介乎51至64歲。澳門司警亦同時拘捕咗2名涉嫌參與詐騙嘅女子。警方行動非常迅速，搜查咗多個包括九龍灣、尖沙咀、旺角及荃灣等涉案處所，以及被捕人士嘅住所。成個集團分工明確，並唔係小打小鬧，而係有組織嘅跨地區詐騙行為，絕對唔係一般人諗到咁簡單。喺行動當中，警方除咗拘捕疑犯之外，仲檢獲咗大量關鍵證物，包括約14.7萬元現金、16張銀行卡、6部流動電話，以及大量與涉案公司投資計劃相關嘅文件同宣傳資料。此外，警方亦成功凍結咗大約61萬元懷疑犯罪得益，正全力對檢獲嘅電子設備進行法證檢驗，以追蹤資金流向，將幕後黑手繩之於法。截至8月3日，香港警方共接獲225宗相關報案，涉及總損失約9400萬港元。單係最大一宗案件，就有受害人損失983萬元。受害人年齡範圍極廣，由30多歲到80多歲嘅退休人士都有，當中唔少人係將畢生積蓄投放入去，痛失養老錢，情況非常令人擔憂。警方多次提醒市民，對於任何標榜保本、保證回報或者提供遠高於市場水平回報嘅投資項目，一定要保持極高嘅警覺性。如果市民懷疑自己墮入投資騙案，或者遇到類似高回報、低風險嘅投資招攬，可以致電警方嘅防騙易熱線1822查詢，或者與商業罪案調查科聯繫。任何投資計劃，如果需要你不斷拉人入局，下載來源不明嘅手機程式，甚至要求將款項轉入私人加密貨幣錢包，呢啲全部都係非常明顯嘅紅旗信號。大家必須要學識拒絕呢啲所謂嘅內部投資機會，絕對唔好因為貪圖一時嘅高回報而忽略背後隱藏嘅巨大風險。投資前務必做好功課，了解項目性質同埋監管情況。其實呢類騙案之所以能夠橫行，除咗騙徒手法狡猾，亦都同公眾對於投資知識同防騙資訊嘅關注度不足有關。好多市民以為自己有足夠嘅判斷力，或者因為過度輕信身邊熟人嘅介紹，就忽略咗最基本嘅風險評估。投資呢家嘢永遠都係高回報，必然伴隨高風險。任何話保證有幾倍回報嘅投資，背後一定有詐。呢個道理雖然已經講咗無數次，但每當有新嘅有嘢出現，依然有大批市民因一時貪念而受害。我哋必須建立正確嘅理財觀念，唔好盲目跟風，要保護好自己嘅辛苦錢，唔好令騙徒有機可乘，以免積蓄化為烏有。今次關於 FunCoffee 騙案嘅分析就去到呢度，希望大家能夠引以為戒，千萬唔好再有人受騙。亦都希望執法部門可以盡快將所有涉案人士繩之於法，為受害者追回正義。投資路上充滿陷阱，請大家記住，天下冇免費午餐，只有審慎理財先可以確保自己嘅資產安全。如果你身邊有親友中意投資虛擬貨幣或者參與呢類網上計劃，記得要多加提醒，唔好俾呢啲騙徒有機可乘。我哋會繼續密切關注案件嘅最新發展，亦都希望大家保持警惕，睇好自己嘅錢包。多謝收睇，下次再見。